好，又嚟到小師妹講馬，我係阿 Bell。大家好，我係子華，有同大家講啦，嚟緊星期一嘅賽事啊，留意下星期一啊，6號嘅賽事啊，唔係星期日跑啊，大家知啊，跑完星期一咧，星期三再跑過，咁啊真係咧開快車㗎啦，大家都知啦，咁所以咧都預告定啦，咁啊當然星期三嗰集就冇師妹啦，係咪先啊？因為咧太趕啊，剪唔切片啊，咁當然啦。子華加碼同埋再馬歐選咧，繼續 keep 住會有咁樣嘅，咁啊到時完咗嗰次賽事之後咧，就會陸續又繼續翻有小師妹嘅登場啦。今次賽事咧都幾好睇嘅，尤其是你會見到啦，有啲嘉應高升啊、竹園啊、澳遊氣泡啊嗰啲馬會喺度呢次列陣咁樣啦。咁當然嗰幾場賽事大家買唔買就見仁見智啦。講真都嘉應高升咁樣咁熱，咁相信大家都係睇表演嘅啫，係咪先？不妨喺其他場次裏邊動下腦筋啦，係咪先啊？咁當然今日嚟講揀賽事咧。少兩場揀，我自己覺得都咁啊，都棘棘地嘅，咁都揀咗3場賽事推介俾大家去試一試啦。咁最記得幫忙免費訂閱 channel 啦，like 我哋影片同埋 share 出俾朋友仔睇啊。咁當然啦，非常之開心啊！同師妹咧共同都貼一隻馬，即係開心宇宙。咁如果有睇嗰條 shot 嘅話，有師妹大力推介啦。咁我都喺在馬優選嗰邊大力推介嘅，咁結果都中咗先啦，係咪先？睇今次賽事咧，師妹啲 shot 咧有啲咩好嘢介紹俾大家啦，係咪先啊？我哋小師妹都1分鐘嘅講馬片段㗎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！係啦，記得多多支持我哋啦。好啦，咁啊事不宜遲啦，咁啊講心水啦。咁講心水之前咧，講啲場地資料先啦，好嘛？4月6號嘅星期一嘅場地資訊，一共有11場嘅，首場開跑時間係12點半，場地喺沙田，賽道係 B+2 賽道，冇停賽騎師㗎。係啦，冇停賽騎師啊，留意一下啦嚇。咁啊，先介紹啦，我哋揀啲厚啲嘅場次去傾一傾啊。今次都揀咗啲咧。偏高班少少嘅，咁啊冇玩啲4班5班啦，嗰日泥地嗰2場5班咧，啲膽都唔知去咗邊啊，係咪先啊？咁啊睇下呢啲3班會唔會好少少啦？咁啊先嚟揀第一場賽事啦，第6場啊3班1000米，從來1000米我都覺得幾難倒下嘅，咁啊師妹做咩馬？今場我心水8號嘅路徑啊，上次咧520場次啦，跟住一個偏快步速，結果拉士都係輸個頸位翻嚟嘅，咁反映隻馬咧其實狀態唔錯嘅，咁呢隻馬留過一次鼻血㗎啦，要把握上場嘅機會，執咗個9檔可攻可守，咬住步速嚟跑，相信都有機會可以交代㗎，值得揸膽。係啦，咁啊呢路徑咧留意下啦，真係留咗一次鼻血㗎啦，已經到咁留完鼻血，咁啊當然即係呢2場賽事都近啦，2場賽事咁啱都輸個頸位。其實上次520場次嘅師妹講到啱，其實偏快啲嘅步速㗎，應該都，因為你見到英雄豪傑啦，可以冚上嚟啦，好評如潮，會長之寶都衝得近，反而佢同輕馳千里咧就其實就抌喺前邊啲啦。咁輕馳千里叫好彩平頭影咗個冠軍，咁呢隻路徑咧其實都叫做唔差嘅，要影相，因為大家都係。咁呢隻馬繼續都係潘明輝去執韁啦，我覺得騎到呢個水平咧，其實佢夠做嘅。希望呢場賽事步速唔好咁快啦，益到下佢嘅應該都會。咁當然你會見到阿每期嗰隻手到齊來喎，咁點算啊？會唔會話扯快咗？咁覺得佢好似就前速方面佢依然都有啦，但係好似又冇想象中而家咧，即係子彈式咁快，可能真係用多咗咯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場賽事中等步速嘅，咁所以路徑咧把握機會啦，求佢交代啦。拖3隻佢俾大家，先嚟揀咗呢個4號嘅會長之寶啊。咁啊元幸搖跑啦，咁啊減10磅成件事好着數啦。呢啲馬咧路程專家嚟嘅，咁啊都唔使擔心噶啦。佢8檔亦都好跑噶，我自己覺得到。其實近排咧雖然話贏唔到啫，成日跑啲2啊咁樣4啊第5啊咁樣，即係次次都有啲獎金名次，好準成呢個路程嘅。咁啊揾埋佢減10磅啦，120、118磅啦，咁成件事我都覺得非常之唔錯嘅。咁呢啲馬要繼續兼顧住佢啦，腳啦係難出頭少少嘅，但係腳絕對唔反對啦。咁另外揀埋隻5號嘅星運傳奇啦，咁星運傳奇其實一出咧已經贏咗1000米嘅，咁當然嗰場賽事咧。131場次啊，咁啊你當然你會睇落去都好似麻麻啦，飛來閃耀領航君子個組嚟嘅，唔算特別強啦。咁當然就紫荊城差啦，係咪先？咁當然唔啱路程啦，係咪先？但係呢幾場賽事咧，你會見到佢上1000唔啱跑噶啦，睇下399場次落翻嚟1000。已經開始咧輸翻個零馬位翻嚟㗎啦，跑過第4名翻嚟。咁呢隻馬都係咬住啲步速跑嘅啫。咁賽前咧，我見到試咗課習，咁課習咧就話可以啦。始終嘉應高升嗰課習嚟㗎嘛，係咪先？你要佢好細嘅話就好難嘅，係咪先？3班馬點同隻馬王比咧，係咪先？咁嚟到呢個70分，當然我覺得好似有啲尷尬啦，個水嗰個分數方面都。但係腳嘅話記得要包住佢咯。4檔嘅話，加埋今次咧。加咗 H1 上去，我相信呢啲係好嘅配備嚟嘅。咁呢啲馬季內要贏過啦，所以要繼續要佢啦。咁另外想搏隻爛少少啊，
12號啊幸運堂，嗱，一馬後追㗎啦都要。上場520場次咧，其實一排馬就衝啦咁樣。其實幸運堂都有份衝㗎，只不過失咗嘅咋。其實佢輸半個馬位嘅嗰場賽事都。咁你見到喺佢身邊嗰啲叫咩價值傳承嗰啲咧，追去谷草咧，一樣都追得咁勁。咁所以幸運堂唔係符碌嘅。咁當然話上場72倍啦，係咪先？今場就冇㗎啦，10零倍到啦。但係即嗰晚之前咧，啲鬼鼠飛打到落去呢個幸運堂嗰度。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個幸運堂咧，可能要兼顧住咯，我都覺得要。咁所以呢場賽事就咁樣啦。咁師妹總結下咯。仲見翻今場賽事啦，我會揀8號嘅路路勁做膽，腳咧會揀4號嘅會長之寶、5號嘅星運傳奇同埋12號嘅幸運堂。O.K. 嚟嘅第二場重心推介，搞第8場嘅賽事啊，3班嘅1400米啊，咁呢場賽事就10隻馬嘅啫，但係覺得即係形勢上都幾缺馬跑，即係我覺得佢都係嘛，可能爆啲黃金大亨會唔會咧？咁啊真係唔知啦，咁啊先會啲咩馬呢場？今場賽事我心水8號嘅哈羅威，咁今季水準咧都叫做唔錯㗎啦，成日都可以跑得接近。今次馬房咧揀咗袁幸堯減10磅跑，相信都係想憑住呢個超輕磅，睇下可唔可以喺3班入邊偷翻一場嘅。咁呢場前置馬唔算多嘅，應該可以輕鬆咁放出，執埋嗰一檔更容易跑，值得懶懶地都可以揸下膽㗎。係啦，其實呢匹咧哈羅威其實嚟到3班好似真係唔夠揼咁樣嘅，好明顯都。咁所以馬房今次咧揾到阿袁幸堯啦，減10磅啦，盡量幫隻馬跟翻前少少啦，擺喺前邊走啦咁樣啦。咁我自己覺得呢匹馬咧，雖然話近幾場賽事個名次好似稍為失望少少啦，但係我自己覺得佢一再其實都出自呢啲勁組身上，例如呢個465場次啦，其實我都覺得佢跑得唔錯，第3。始終嗰場賽事佢要 cut 埋嚟，喂嗰組賽事 cut 埋嚟，佢都要十檔 cut 埋嚟嘅。咁你諗下，勁上三雄勁嘢啦，偉金主、嘉應奇兵、人心星，喂隻勁㗎呢場賽事都。咁所以佢第3唔差，我自己覺得到。咁所以今次抽咗一檔俾佢。111磅咁啊，成件事好輕㗎，輕飄飄抌喺前面走咯。咁嚟到呢一季尾階段啦，咁啊揾隻輕磅少少嘅馬咧，值得 OK 啦。咁繼續揸膽咯，試一試啦。咁啊拖翻啦啲正路腳啦，4號嘅一世美麗先啦。咁上次賽事都贏得都 OK 㗎啦，飛到馬度叫做咁啊525場次啦。咁啊3倍嘅賠率開跑嗰場賽事。咁當然就係千帆區啊，嗰啲包裝名將啊，今場會再對壘啦。咁啊其實呢匹馬4歲嘅進步空間依然都有啊，相信都會循序漸進入翻街境㗎呢啲馬都。咁贏開嘅馬你冇得話唔要佢嘅，一腳嘅話就要埋佢啦。咁另外6號超勁赤兔啦，其實我覺得呢匹馬咧唔應該去跑16嘅，跑幾場16咧效果冇咁好，反而1400會好啲。呢啲贏馬都係贏1400。佢隻馬比較急口少少，咁當然有時又要錯失咗機會啦，尤其是幾人安全嗰場跑第2嗰場錯失咗機會啦。上場又輸半個馬位翻嚟，咁可能今次縮翻落1400咧 OK 啊，我自己覺得有得諗啊呢場賽事都。咁另外10號嘅包裝名將咧，其實就因為蔡明紹關係啫，其實佢都跑得幾好啊呢幾場賽事，尤其上場上1400我哋有個貼佢啦揸膽添，咁結果跑到第3。不過不失啦，叫做個第3，咁始終都叫做甩咗開咗後邊啲馬咁樣嘅，只不過都係俾一世美麗千帆區嗰啲過啫。咁搏佢一樣嘢，咬翻住隻哈羅威嚟跑咯，咁佢都好跑嘅個形勢上邊。咁希望哈羅威就唔好放得咁快，咁佢跟住喺後邊嘅話，佢一樣可以衝得勁。咁點解唔揀去千帆區咧？千帆區留意下賽後報告一大輪嘅，又話點解潘頓點樣點，今次即刻換人啦已經都，咁換人呢啲馬睇下大家追唔追咯。個勢好勁啊，佢實熱嘅呢啲馬都，但係咁樣問完話之後，我自己老實講有啲戒心。所以咧呢個千帆區咧，可能絕對嚟講都係要小心少少咯。咁所以呢場賽事就咁樣啦，簡簡單單。我先會總結下咯。仲見翻今場賽事啦，我會揀8號嘅哈羅威做膽，腳咧會揀4號嘅一世美麗、6號嘅超勁赤兔同埋10號嘅包裝名。O.K. 嚟到呢個最尾一場賽事啊，第11場嘅賽事啊，3班嘅2000米，留意下得分區域嚟㗎，85分至60分嘅區域嚟嘅呢場賽事都，咁所以咧你會見到，點解冇咩得分馬喺度嘅？咪就快路咯，80分咯，冇嗰啲以上嘅馬報名咁樣嘅，咁所以快路已經孭到最頂榜嗰隻嚟㗎啦，已經都叫做，咁我先冇咗咩馬呢場。今場我心水6號嘅火焰閃爍啊，季內咧基本上都係力衝一段㗎啦，上次501場次啦，表現咧係比預期失望嘅，但係評榜員都加咗佢2分喎。今次試埋課習嚟跑啦，咁呢場係冇步速嘅場合，都係跑拉士400米嘅，班得你跑後勁馬比較安心嘅，都值得揸膽㗎。係啦，咁啊呢場賽事其實咧都真係冇乜步速形勢可言嘅，講真都。咁當然速勢話去中等啦，咁有人光放唔放咧？上次又唔放嘅喎，咁即係跟咗後邊嘅喎，咁變相步速
速就真係好有個問號喺度啦，呢場賽事都。咁但係我自己嘅火焰閃爍咧，今次做行晒功夫嚟跑㗎。賽前試咗課習，咁課習都贏嘅。上次真係嗰場賽事，坦白講有啲失望喎，第四應該要再衝緊啲，15字應該要上名，佢上唔到名嗰場賽事都。咁班德禮其實都熟呢匹馬嘅，跑過幾多次啊，已經都係咪先？有啲內閃嘅毛病，都係掟出去衝啦。咁啊3檔應該都好發揮嘅。上次加咗佢2分喎，居然都咁比較驚訝少少，加咗2分啦。咁因為佢都甩開咗前面啲馬咁樣噶嘛，咁啊加得2分，我諗評磅員都睇好呢匹火焰閃爍嘅，咁啊繼續值得揸膽咯。咁有啲賠率嘅呢場賽事佢都會應該，咁啊要佢啦。咁另外拖翻新隻腳，先嚟3個奔放啦。咁無疑上場賽事咩 pacing 啊，所有嘢賺鬼晒咁滯㗎啦，都已經都係咪幾場賽事搏輸咗，即係馬有啲回落嘅，我覺得係嘅，講真。但係呢場賽事正如啱啱講，冇乜步速形勢嘅啫。咁啊，佢4檔咪自己順走咯，冇咩諗法嘅啫嘛。講真，呢場賽事都咁，所以我覺得呢3號嘅奔放咧，絕對咧，我諗都係要兼顧住佢嘅啦。呢場賽事都咁，你擺腳咯，你揸打唔放心，一驚佢斷嘅話，咪可以咯，係咪先啊？咁啊，另外啦，5號嘅共享富裕咧，其實啱跑完冇耐嘅啫。咁今場賽事鬧翻佢啦，因為幾場賽事其實咧，佢上季咧，你見到佢咧已經開始跑啲2000嘅，即係馬房覺得佢可能呢匹馬根本可能就係2000買會好啲。上場賽事啦，5、6、4場次叫做係咁以輕輕撲近啦，撲近都跑到第4嘅啦。嗰場賽事都，因為嗰場賽事其實都幾難追。咁你見黃金騎士啱啱跑完啫嘛，安都啊、中國心都係稍為喺前置啲嘅位置，佢都喺11位追上嚟，輸2個馬位。咁我覺得咧，整體嚟講都收貨，因為呢場賽事冇步速形勢嘅，即係叫做嗰場賽事都。咁啊，今次上翻嚟2000，咁啊咁快又跑啦。等莫雷拉定博文食咗先咧，唔知道。咁但係我覺得今次擺腳咧，擺埋佢啊，要呢個共享富裕，有機會今場賽事劏晒你都唔出奇。咁另外第3隻腳諗下啊，要翻外區風神好定揀翻7號嘅榮進大道好咧？咁算啦，都係揀翻榮進大道，因為驚咗巴道。嗱，呢個榮進大道咧幾場賽事無疑上都衝得都幾好，503、542場次全部都係蝕慢 pacing 嘅，結果都係衝得好勁上嚟，爭少少贏嘅，錯失咗個機會。咁今次2000。咁啊點樣跑咧？流放會唔會更加考咧？咁當然我相信更加考流放啦，因為講冇乜步速形勢噶嘛，會唔會就係好似近排咁衝得咁勁咧？坦白講，我有少少保留啊。但係以佢個勢咁強嘅時候，咁你腳就好難話唔擺翻啲榮進大道咯。咁馬房都好想求呢匹馬咧，幫佢盡快都領多1、2邊咁樣噶啦，係咪先啊？咁所以正頭正路啦，要埋佢啦。咁留意一下咧，其實佢後備即係佢再後備再補入咁樣嘅，即係本身可能冇諗住跑呢場賽事，但馬咁少係咪先啊？咁 fit 嘅馬又唔係特別多咁樣，咁腳咪繼續擺埋呢7號嘅榮進大道咯。我自己覺得個範圍大致上框架都係咁上下嘅，即係呢場賽事都。咁啊，師妹又中意下呢場賽事咯。續結翻今場賽事啦，我會揀6號嘅火焰閃爍做膽，腳咧會揀3號嘅奔放、5號嘅共享富裕同埋7號嘅榮進大道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3場賽事又講完啦喎，已經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影片咧，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啊！好多謝大家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